了解，投票各位先生，大家晚安。这导致咱
个辛苦嘛，讲非常好诶。这个，伊安尼讲呢，伊打坐是安怎？打坐伊，我有阵打坐是讲即边咱现棍啊，但是照伊咧讲是讲带现棍啊就唔对啦。你带遐个讲，你带带个，你讲咧你迄个气，你个心无拢讲即边啊，讲伊讲照伊咧讲是讲啊，你迄个，拢走伫这上面嘛伫这边嘛，这边伊迄个有讲啊。乖啊，是哦，我说起来，叫伊讲乖咧，袂使咧。啊，袂叫伊讲是怎啊？打坐是怎啊？你个会当，尤其个啊，咱素是讲家己素食伊啦，叫伊讲是讲咱若素食哦，打坐你啊，你当讲迄个饭店哦，不住无啦。甲我讲一下，你著对迄个对啥，啊，你会当对迄个咱个你的注意力，对了，走伫迄个，你对迄个什物个啊，骹底上骹底，你说你讲你的对你的前世臃肿。哦，这有前世，对啦，你会当对迄个。你那现观啊，慢慢注意力家己感觉落哦。迄种你个心中的毒气扫来，讲走离啊去啊，啊对迄个排泄去啊。所以伊照伊就是安尼啦，但是咱无推动，咱就放甲这个。这是心诶，我是大。是定啊，就是第二定诶，差不多迄个意思啦，差不多哦。心地无念，心地无念，自性定，哦。定是静嘛，哦，定就是静嘛，哦，宁静，即由咱心起来定，你个定就是静嘛，吼，咱就是迄个宁静，就是由咱个修心所得来的定啊，地愿叫宁静迄个地愿即是。由念得来的位啊，哦，你改了，定啊，哦，你那个心里面我别走啊，那人家，不是人家讲你咱的心中那个走去我，走去我别。无定力，无定啊！我心这个心拢咧就讲，到时我就乱想咧啦。啊，改定了，就是咱袂错。我是讲是简单啊，改定，生理是不生理啦。啊，生理就 OK 啊，哦，这事实讲起来，咱自家会受好咧，后日啊，迄个去到迄个离天的时候，你迄个无定的时候，无定的时候，你到离天爱个修咧。所以我之前听来讲迄个，请问心愿行了，
那是改变的，就是你有要行，你咱来就是遐，你会行了，就是改变的扫过来。哦，啊你若家有新家了，就非走起来。哦。办法20年嘛，是毋是啊？哦。前解20年。万法20年，哦，就是哦，完全啦，哦，完，啊，讲迄个，叫做做管长哦，做领域，2年啊，4点到，我，啊个4点到，哦，或者个产条就回来哦，所以完全2年啊，就是民工，这个我。有这有，后尾就做啥？叫做分就是讲，这有这有，这个是重心啊，对啦，讲嘛，这就是分，这重心，然后无上，这实际上拢无，是经过的，经过这样，啊这个叫做咱个人数上来解释，这个后来咱这老同胞不见我来把你解释啦，啊好，人数，人数给你解释，人数来不一定，哦，啊这个后来就讲哪里啊？三中原，我哪儿？啊，你看这个。有什么学习？
那。对。有当要搁学习哦。我当面讲评。当面讲评。